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短片显示了东都掘散纺织业强制劳动现场。视频显示，被迫在东都掘散的中国工厂工作的维吾尔人生产的产品已出口到欧洲。该工厂的汉族老板在视频中说，该工厂已经运营2年半了，雇佣了200多名妇女，工厂生产的服装出口到欧洲市场。所有在工厂工作的妇女都穿着统一的工作服。近日，有美国媒体披露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当局近年在东都掘散集中营附近增建大量厂房，以便强制维吾尔人劳动生产。外界一直把东都掘散再教营与强制劳动画上等号。美国新闻网站 BuzzFeed 翻查卫星图像发现，东都掘散至少有130个营区设有工厂。据英国独立报土耳其语网站报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鲁坤艾沙表示，中途引渡条约可能成为中国破坏维吾尔人的工具。他说，中国当局一直施压其他国家将海外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世委会要求土耳其政府放弃这一条约。他表示，2018年，瑞典和德国政府制定了制止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驱逐的政策。马来西亚政府也明确表示，不会将维吾尔难民遣返中国。他还说，与维吾尔族有着共同的宗教和文化联系的土耳其是维吾尔人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接受欧洲新闻网采访的东都掘散议会主席赛义特·图姆托尔克说，他相信土耳其议会不会通过该协议。特朗普总统周四延续了一项移民禁令，以阻止许多绿卡申请人和临时外劳进入美国。总统表示，在疫情重创的经济环境中，需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工人。这项移民禁令于4月和6月发布，原定于12月31日到期。川普政府将严厉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因为中国病毒大流行冲击经济，导致部分企业停工，川普总统在2020年4月签发停止核发绿卡行政命令，旨在保护在疫情期间失业的美国劳工，并节省美国的医疗资源。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周五宣布，将依据美国政府行政令，强令3家中国国有通信行业巨头从纽交所退市。这3家中国国企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他们的股票都是以美国存托凭证的方式进行交易。纽交所在一份声明中说，摘牌程序已经启动，这3家公司的股票将从1月7日至11日停止交易。以后还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被强令退出美国证券市场。特朗普在上个月发出一项行政令，要求禁止所有美国人和美国机构投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全球各地的跨年夜空因烟火而璀璨亮丽，而在意大利罗马，有当地民众于街区路面发现数百只死鸟。尽管这些鸟的具体死因尚未出炉，但动物保护团体指出，它们很有可能是被烟火给活生生吓死，并将这惨况称为大屠杀。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出面表示，这极有可能是街区释放的烟火鞭炮惹的祸。发言人迪瓜里奥说，他们有可能是因为害怕而死亡。